二战结束了后，有真侪原地住伫咧台湾的日本人离开遮。95岁新元九退休了后，定定回来台湾。伊来看伊细汉大过厝，就是即卖的台湾文学基地。台湾文学馆知影即个故事了后，认为是真感动，就邀请作家甲新元九的故事创作一个绘本，或者挂网台暗暝。95岁日本人Hisashi Nimoto来台湾足侪抓，总算找到较早伫咧台湾住的厝。无想讲，即个所在即马变做台湾文学基地，而且阁保存甲遮尔好。台湾で私は10回ほど家を変わりましたけれど、台湾で住んでた家で残ってるのはこの家だけだったんです。Hisashi Nimoto的阿公伫日本时代是铁道部的部长，爸爸伫糖厂做工课，伫台湾度过一段幸福的日子。毋过伫伊初中的时，拄着二战，规家伙仔就安尼包啊款款的回去日本。台湾一直是伊心内上深的基地。台湾文学馆听到伊的故事，感觉真感动，也请作家宝宝甲伊的故事画做绘本，挂网台暗暝。为什么叫做挂网台暗暝呢？因为网台是台湾网虫较济才会挂。伊讲伊日本战败，伊转去到日本了后，明明就无网啊。毋过细汉时囡仔是养成的这习惯，互伊感觉定定都爱挂网台，伊才困会落眠。因为爸爸是糖厂的员工。伊自细汉伊食甜的物件的时阵，这就是伊身体里面的一个记忆。伊去日本的时阵，做一个巧克力豆。会开发像香菇那样子的巧克力。糖对Hisashi Nimoto来讲是台湾的味，也是甜蜜的记忆。这本台语绘本是有写册，对写话和录音拢是宝宝一手包办，就是希望用台语来讲属于咱台湾的故事。记者戴阿选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